非常辛苦的。然后中间说叫黄山元吉啊，这黄山元吉就代表说你可以无为而治啊，不要管太多事情，心保持安静啊，这样这时候这个坤的精神就会发挥出来了。但如果忍到极点的话，到最后一定龙战绿野啊，就是六爻的这个卦辞龙爻辞龙战绿野，其水巽环，就说你忍到最后点的话，一定要造成内斗啊，所以你用乾用坤要懂得这个精神。那用坤的这个坤卦的用叫做用六，用六利永生，就是你因为你的忍，因为你的保持这个无为呢，可以把这个比较稳定正确的态度可以表现出来。那要懂得用乾跟用坤，用天跟用地，用阳跟用阴的道理的话，我们才能真正了解易经中的变化。